陈玉哥哥，白莲，你找我？没有啊。不过陈玉哥哥来了也好，帮我看看这画。陈玉哥哥，公主，你在做何？哦，我今天早上发簪丢了，我来找找是不是在相爷的房间里。公主，发簪丢了，何须自己亲自动手？我会叫家仆去找。你看，手都脏了。我不找了，相爷要是见到还我就是了。你是叫凤芝吧？凤芝妹妹，我是欧阳大夫啊，我们之前在医馆见过呀，你忘了？哎呀，我去，这姑娘是真倔。不过我这天下第一神医的称号也不是白叫的。凤芝妹妹，哎，我觉得我们年龄相仿，要不以兄妹相称如何呀？好的，欧阳大夫。哎，我看这妹妹洗衣服还用草木灰呢，多不方便。我给你看样好东西，看看这个，这是本神医亲自研制的皂角，试试看。嘿嘿，凤芝妹妹，不是这么用的，轻轻揉搓就好了。搓？嗯，怎么搓？哎，我教你，像这样，真的？是不是很简单？方便吧？哇，欧阳大夫，你好厉害呀！还行还行。那就交给你了。哎，凤芝妹妹，凤芝妹妹。凤芝妹妹，哎，衣服洗好了，也晾好了。真的啊？谢谢欧阳大夫了。那衣服也洗好了，也晾好了，你来找我做什么呀？我当然是怕凤芝妹妹太过操劳，所以来帮你了嘛。真的啊？啊？那谢谢欧阳大夫了。哦，这些边边角角，整个屋子要反复擦2遍哦。谢谢了。凤芝妹妹，哥哥帮你呢，当然是心甘情愿。可妹妹能不能跟哥哥聊聊天啊？要不然我实在是太寂寥了。好吧，那你要聊什么？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咱们就聊聊这个福音公主吧。比如，她有什么过往呀、特点呀？啊，我问这个呢，当然是方便日后给她看病嘛。那能聊的也太多了吧？哎呦，太好了，咱们慢慢聊啊。哎，打扫去啊！啊，打扫打扫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福音公主食量可大了。有多大呀？打扫，她一顿饺子可以吃100个。100个饺子啊！我都只能吃98个。你也不是凡人啊你！我的天啊，太夸张了吧！老大，你在这儿呢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欧阳大夫来套我的话，我可是滴水不漏，而且我还让他帮我干了2天的活。
真的滴水不漏？那是当然的。福音公主的生平，我可是倒背如流。别看这凤芝妹妹外表天真无邪，但实际嘴还是挺严的。不过我做暗桩多年，论聪明才智上，那还是我略胜一筹啊。切正题。啊，相爷，我调查出了许多的重要信息，不过简单总结下就是，此福音公主她就是真的福音公主。不可能，欧阳，你的推测有误。哎，相爷，这话可不能乱讲。你有何证据证明我的推测有误啊？你也没有证据证明我的推测有差错呀。今天凤芝妹妹无意间向我吐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，只要此人一出，那绝对可以证明你我的推测到底谁对谁错。相爷，要不然我们打个赌怎么样？你说的人是？此人名曰赵怀安，乃是福音公主秘密情人是也。相爷，我看元宵在即，要不然我们就在府内办个灯会，到时候请他一来便知了。这个灯谜可真有意思。大那是什么？你看，他就是赵怀安。这个人也不怎么样嘛。这些日子承蒙相爷和公主关照，为表感激之情，今日白莲以取为报，各位见笑了。老大，一个花灯节，至于打扮得这么华贵吗？当然需要。我既是堂堂福音公主，又是这相府的女主人，我要是不能艳压群芳，多丢人呢！说了这么多，其实就是为了给相爷看吧？当然不是，我这都是为了任务。凤芝啊，你可得好好跟我学习学习，敬业精神。敬不敬业我不知道，你想艳压哪个方啊？此去之前身上有啊，是这样。白莲，你的琴技又进步了。多谢陈玉哥哥。公主驾到！把那盏取下来吧。公主千岁千岁千千岁！大家继续赏灯，不必在意我。艳压了。手还真是巧啊！我说什么来着？公主为了心爱的小情人，精心打扮了一番。一派胡言，他今日都不知道赵怀安会过来。可能这就叫心有灵犀吧。公主一向仙姿玉貌，今日更是闭月羞花。
相爷今日也是卓尔不群，这灯会一定花了不少心思吧？只要公主开心便好。太傅来了，我们去招呼一下吧。知道了，公主，那便先失陪了。老大，要不我们去看花灯吧？公主，你看这个灯，这个灯还挺好看。少公子，许久未见。公主，你看那个灯。他们情人相见，笑容满面啊！相爷，准备受罚吧。你是？赵某是你的小甜甜，甜到你心里边。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你离开我。近朱者赤，近朱者甜。相爷，他们相谈甚欢啊。你知道我的缺点是什么吗？缺点你。牵手了，牵手了，相爷牵手了。什么脏东西啊！公主，这人有毛病。受罚吧。你哪来的脏东西，对我动手动脚，我都不耐烦了他。赵某，赵某，而且还对你动手动脚的。哎，该不会他就是那个赵怀安吧？赵怀安？你是说福音公主的秘密情人赵怀安？这下完了，我刚才那哪像对情人的态度啊！若是被他察觉了，他再嘴碎宣扬出去，那任务不就泡汤了吗？哎，老大你别灰心，灯会不还没结束吗？咱们三思而后行，一定会想到办法挽回的。对了，我突然想到，那日在醉春楼，花魁对陈玉施了不少招数，应该有值得借鉴的地方。赵公子，公主那边有请。待陈玉醒来，花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他眨眼睛。眨眼睛？怎么眨？就是那种面部抽筋，同时好像眼睛里面有卡进虫子的那种眨法。我说什么来着？他明明就是真情人，刚才只碍于周围人太多了，才有所收敛的。所以相爷，那金子……一边去！胡说！他这明明就是在跟赵怀安逢场作戏，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罢了。真的吗？可这也做得太真了吧！眨完眼睛过后，他用一种很奇特的声音对陈玉说话。如何奇特？就是那种音调很高，就像我掐住犯人脖子的时候他们发出的声音。公子，我在这儿呢。怀安兄，公主叫我安安。夹子音啊，相爷。许久不见，人家好想你呀。真的吗？最后，花魁用拳头攻击了陈玉的胸口。哎，公子，你讨厌。这会不会太凶狠啊？应该不会吧？我看陈玉也不疼啊。而且他后来的确是理睬这个花魁了。可行。讨厌。
又上手了。人家了。相爷，别急。哎，人呢？是不是一起回房间了？哎，公主，公主，我今天身体不舒服，我先回去了啊。哎，我可以回去照顾公主啊。大可不必，我们改日再约。哎，公主，改日，那就是明日呀。公主果然还是喜欢我的。可算是搞定这个赵怀安了。这么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啊，得想个办法。算了，不想了，先禀告太后吧。不能穿成这样啊，变成凤芝吧。哎，相爷不可呀，你这是打草惊蛇呀！凤芝，相爷，公主呢？公主她在灯会未归啊。哦，我去找她。老大，你搞定没啊？欧阳大夫，相爷。哎呦我天啊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他是假的。我是假的。相爷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让您这样知道了我们的秘密。其实我们是孪生姐妹。哦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和妹妹从小服侍福音公主。这次陪嫁入府，福音公主说只需要1个贴身丫鬟，所以我和妹妹便轮番照顾，以表忠心。原来是这样啊！那你是姐姐？那你是妹妹？凤芝。哎，这就怪了，你们是孪生姐妹，这名字也不应该一样吧？其实我们是没有听清楚。我呢叫凤芝，她才是凤芝。这下全明白了。那你们姐妹2人齐心照顾公主，你们俩这种赤诚之心啊，实在叫人感动。欧阳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们走吧。相爷慢走，慢走哈。这相爷也不太聪明啊，还不都怪你？怎么能怪我呢？凤芝，竟然有2个人啊！哪有什么凤芝啊，分明就是凤芝和依了容的假公主。相爷的意思是，公主，相爷，一起用膳吧。说来也怪，公主进府也有数月有余，我竟丝毫未察觉这孪生姐妹之事。不过从今日起，我定要明察秋毫。哎，这凤芝和凤芷人呢？他们有事在吗？这样啊，那不如陈某亲自去请他们。我去吧，不麻烦相爷了。那就有劳公主了。相爷，昨日夜色已深，我还以为自己眼花了。今日阳光明媚，我竟依旧分辨不出
这孪生姐妹的分别，实在是妙哉，妙哉！来人呐！这是陈某特意为二人准备的衣裳，这碧玉色的是凤芝的，取自芝兰玉树；这乳白色的是凤芷的，取自兰芷之室。谢谢相爷。哎，公主呢？我见她还未用膳，怎么人却不见了？哦，我这就去。哎，这凤芷怎么又没回来？我去叫。哎，怎能劳烦公主呢？我去。岂敢劳烦相爷，我去叫。凤芝啊，记得把衣服换了啊。还是想看凤芝和凤芷在一起。对了，忘记嘱咐凤芷把衣裳换了。公主稍作休息，陈某去就回。相爷，2个姑娘家换衣服，相爷一个男人去了，不合适吧？哦，说的也是。那我去让白莲去。哎，还是我去吧，我去快一点。公主，确定？确定啊，反正我也不饿。一会儿叫公主和凤芝，一会儿又叫凤芝和凤芷，叫完凤芝，凤芷又要叫公主和凤芷，叫完公主和凤芷又要叫凤芷和凤芝，来来回回折腾了一天，我的脸皮都要松了。陈宇到底想干什么？老大，你消消气，这是我从膳房顺的酥饼，你趁热尝尝。一天了，终于吃上一口了。你说陈玉，他不会发现这个凤芷是我假扮的吧？怎么可能啊？他要是知道了，为什么不揭穿呢？他要是没发现，为什么折腾我们一天呢？谁啊？这么晚了，我也不知道。公主在吗？我是安安。赵怀安，公主，把他给忘了。公主，我进来了。哎，别！公主！一整日没见到你，安安好想你啊。怀安兄，你我毕竟还在相府之内，这样做实属不妥嘛。不妥。哎呀，这有什么可不妥的呀？怀安兄，不如这样吧，相府不远处有一片竹林，我们半个时辰之后在那里相见吧。竹林？这么晚了去野外？野外？我明白了，公主你放心，安安这就去安排。我刚才没有忍住，差点一巴掌拍死那个脏东西。可是老大，你真要半个时辰之后去竹林见他？见啊，当然要见，而且是一见相见。公主真是羞涩，竟然还约我去竹林幽会。赵兄，这么晚了来我府上，是所谓何事啊？没事。赵兄，你是？想不到公主竟然背着你家夫君在竹林里与另一个男子幽会，你就不想解释一下？我幽会我的，有什么好跟你解释的？你，又是你，这次别想跑！
够了！你什么意思？快点拔剑与我一决胜负！为何一见我就要动手？废什么话！当然是为了一雪前耻。你未尽全力。我输了。输什么输？不准让着我！再来！打不过我就点穴，给我解开！若是我解开穴位，你是否停手？不可能，不把你打趴在地上，我不是人。这个穴位1个时辰自动会解开。你怕了吧？你走了？你回来啊！回来给我解开！这福音公主的身手，我似乎在哪里见过。原来是她。糟了。真是没有同理心，还讲不讲天理了？打不过就点我穴，刺伤你就干脆冻死我。都是江湖中人，怎么如此不讲武德？你回来了吗？我刚才什么也没说啊，你最讲武德了。这位英雄豪杰，能不能给我解开穴位啊？若要我为你解开穴位，还需保证不再对我出手。这点能不能再商量商量？不必了，女侠好自为之。哎，别！我保证不再对你出手了。果真保证？千真万确。你，我可没动手啊！无可救药。笑谈风月，提笔将往事写，笔墨来回，在漫漫的长夜，那年故园，回首桃花一谢。我笑谈风月，提笔将往事写，你是我人未解开的心结，故事里面有你的那页，无人翻阅，落尘埃几叠。还冷吗？你的伤无妨。我可不可以知道你的名字？多年前，你还不是这副容貌。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真相的？若说怀疑，成婚当夜便有了。我知道你有任务在身，你若不肯说，我也绝不多问。你就不怕我对你不利吗？你不会。我先回去了。娘子，我不是你娘子，因为我不是福音公主。你不是福音公主，可你却是我的娘子。
知，若你识破我的暗卫身份，我只有杀了你。凤芝，你说这情到底是怎么样的东西啊？老大，这么晚了不睡，怎么问这么奇奇怪怪的问题啊？奇怪吗？嗯，我怎么觉得挺应景的？欧阳，你说一个本该为使命而杀你的人，却选择放下了刀剑，他是怎样的心思？那说明，相爷，你不对劲啊。你说，如果我完成任务，太后真的会放我自由吗？太后自然是这么答应的。可是老大，你我皆知，又有谁真的逃离过太后的手掌心呢？身为暗卫之首的我，不配做这第一个吗？配自然是配的，只是我的任务已然失败，太后定不会饶了我。可怪就怪在，我虽然失败了，但我却并不觉得我失败了。唉，这天地之间啊，能够让人忘记使命的东西不少，但是既能让人忘记使命，又能让人牺牲生命的，恐怕只有情了。你确定？相爷难道不确定吗？我不确定，生怕自己自作多情。数月前，我陈玉心中既无美人，也无英雄，可现在一切都变了。如两段夜怅然，云中月残时多余圆满，命多舛，情多难，谁被偏袒？缘已散，夜坦然，想来你数月万人轻赞，我不敢，亦不愿将你牵绊。你说你都受伤了，还彻夜喝酒，早点跟我说嘛，我还能替你喝两壶。喝你的酒吧。哎，你这又是被何种暗器所伤啊？你的暗器来了。哎，既然话已经说清楚了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：等你伤好之后，我们再公公正正的比试一场，无论孰胜孰负，也算了了我的心愿。那之后我便会去太后那里领罚，就不用再假扮什么公主了，如何？如何啊？一言为定。这哪是去领罚呀？这分明是去领死啊！这是。欧阳，
你有没有何种办法可以让我的伤口恢复得慢一些？只是慢一些就够了吗？不够，最好还要能恶化。得嘞，把衣服脱了，我会轻点的。就快好了。哎，掐我大腿做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昨天还好好的，不行，再试一次。老大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可能是昨夜没休息好吧。那倒也是，你昨夜从竹林归来就愁容满面的，现在已经40了，你已经1夜未合眼了。什么？40了？嗯，那我这千美玲珑宫早就过时辰了呀。怎么变不回来了？老大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受伤了？老大，怪了，公主的经脉淤堵严重，阴阳失调，气血倒流啊！这么严重啊？公主是从何时觉得浑身疼痛的？别走啊！回来给我解开！不给我解开，我就自己冲开。看来是那时阴冲穴道导致的功法受损。可我这脸，任务失败，我定是将死之人了，却还不能用真面目面对他们。不行，欧阳大夫，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恢复得快一点？快一些，最好是即刻恢复。啊，公主，此等内伤啊，需要慢慢静养，急不得的啊。相爷没来用膳吗？我听说相爷因为伤口热毒发作，所以病倒了。别说用膳了，连床都下不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去看看他。凤芝，把菜装进食盒里。好。这欧阳给的药也不管用，伤口愈合的这么快。相爷，我来给你送些饭菜。相爷，公主，陈某近日伤口上沾染上了热毒，气血亏虚，无法下床，怕是许久都不能与你比试了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着比试？身体不舒服也要吃点东西啊。你的手为何如此冰凉？没有，可能是因为天气有些寒冷，我穿的有些单薄了。我去给你拿点别的。你病了？你没病。陈玉，陈玉，你给我出来！陈玉，公主，公主，你千万不要被陈玉这个君子之相给骗了。他昨晚偷偷把我打晕了，害我在雪地中昏厥了1天1夜，这才没能和公主如约相会。
陈玉这个小人，他定是因为他丑恶的嫉妒之心。赵怀安，相爷是我的夫君，就算他因为嫉妒之心阻止你我幽会，那又如何呢？公主，你看清楚啊，我是安安啊。自从3年前公主便对我一见倾心，我对公主也是情不自已。从此你我2人浓情蜜意，何如情色？公主，难道你都不记得了吗？赵怀安，我不允许你污蔑公主。公主冰清玉洁，怎会与你这种人藏匿私情？我哪种人啊？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不信你问公主。赵怀安，无论过去如何，但自我嫁入相府起，我的心里就只有相爷一人。可是公主，赵怀安，你到底是哪一句听不懂？我的心里没有你，以后也不会有。从今天开始，本公主和赵怀安再无瓜葛，懂了吗？你方才说，从此心里面只有我一人，此话当真？我刚才那是为了撵走他故意说的。我是暗卫之首，肯定要兢兢业业、精益求精。演戏当然要做全套，你别多想。报，相爷，这是太子送来的请帖。恭请相爷携福音公主于15日赴宫廷盛宴，另特请福音公主与宴会演奏一曲《平沙落雁》。可我不会弹琴啊。御琴讲究分指练习，分左右手。首先是右手的8种指法：抹、挑、勾、踢、请、托、打、摘。我们先从右手的第1种指法抹开始。你来试一下。不是这样，是这样。不知你是否介意？不介意啊，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吗？你教吧。好。首先，手掌微微半包，放松。手臂也要放松，将手置于琴弦，感觉怎么样？第1种指法感受的差不多了，第2种，第二种是摘，
将食指。你们在做什么？哦，我就是听闻有琴声，就跑过来看看，无心打扰你们二人世界。白莲妹妹，你别胡说，我们这不是什么二人世界。相爷这是在教我御琴，为了应付太子的宴会。对，太子邀请福音公主在宴会上演奏一曲《平沙落雁》。太子的宴会。对了，说到琴技，白莲才是真正的高手，不如你来为公主示范一曲《平沙落雁》。好啊。凤凝婉，你究竟是怎么想的？明明陈玉和白莲才是一对，白莲肚中的孩子还是你唯一活命的希望，可如今你却如此不理智，陷入与陈玉的感情中，你难道不觉得自己很可笑吗？既然白莲妹妹比相爷更懂御琴，不如让白莲妹妹教我吧。你可否愿意？当然好啊。方才麻烦相爷了，相爷您请回吧。那就有劳白莲了。来，公主，你把手放这儿。凤芝，练了一天的琴，手都破了吧？这个时候就需要药敷来缓解。来，不麻烦相爷了，天色已晚，你。我知晓你练琴定会竭尽全力，但太子设宴也定然另有所图。我也是忧心忡忡，有些话还是想提前告知你。若是太子这关躲不过，太后亦会责难于你。既然必将腹背受敌，不如亡命天涯，远离纷争。你是叫我跑？我是叫你跟我一起离开京师。一起？你是当朝宰相，身负江山社稷的重任，而我只是一个连真容都失去了的暗卫，不该为我放弃一切。我愿意为你放弃江山社稷、朝堂仕途，愿意割舍富贵荣华、金马玉堂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千真万确。
何来招惹我？风宁婉，你不能再沦陷了。香烟，你怕是误会我了吧？你我立场不同，我们之间绝无可能。陈某知道了，你早些休息。陈某先行告退。诸位卿家，福音公主的一曲《平沙落雁》可谓名扬天下。今日盛宴，我特意请到福音公主，公主大为赏光，愿为此宴会弹奏一曲。众卿家，你们说好不好啊？好。福音公主，请。既然如此，看来本王今日是没有这个儿妇了。福音公主，请回吧。谢太子。奴才拜见太子殿下。何事？太后有旨，召见陈右相。放心，我去就回。相爷，这边请。太后不在寝宫？不在，您请。相爷，你好帅啊！你怎么这么凶啊？相爷，我就喜欢你这么凶的。这么晚了，太后召陈玉去做什么？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冯云，
你可真不够意思，居然拿父皇压我，我是怎么着你了？太子喝多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你站住！我问你，白莲为何不来？他就躲在你们相府里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太子，你松手！这福音公主连太子都敢打呀！我举办这个宴会都是为了他，他却不来。他怀的可是本王的孩子。白莲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？不是我的，那还是你的。你居然连自己的女人和孩子都不敢认！这脚是替白莲教训你的。香爷，香爷，你去哪儿啊，香爷？香爷，你来了，香爷，别走啊，去哪儿呀？香爷，你就乖乖束手就擒吧。啊，别走嘛，别走。香爷，你快过来。香爷，陈玉，香爷，香爷，看我们嘛，香爷。娘子，香爷，跟我们走。我带你回家。别走啊！香爷，滚！香爷，你怎么样？怎么这么……快去找杨大夫！香爷，你到底怎么了？难道是有人给你下药了？是没什么，所以方才陈某才情不自禁冒犯了。你快走！都这种时候了，我怎么能抛下你不顾呢？香爷，别碰我，快走！其实仔细想来，虽然我和他才相识数月，即便他知晓了我的真实身份，却依然信任我、袒护我。现在他如此痛苦，我真的要坐视不管吗？他心悦于我，我也心悦于他。既然是两情相悦，他又愿为我如此，不再扭扭捏捏下去，反倒是……我决定了。